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“三人共一心，乌涂变黄金”。这句话嘛有人讲，兄弟若共心，参图变黄金。伊的意思是讲，正人的心来当克服我，团结起来，做伙来拍拼，安尼搁较困难的代志，嘛挺好继续行。可比讲，阿爸留一寡田园要互咱做，大家若较好势咧，斗阵来甲田土变黄金，是讲大家若家口袂下输，不如莫做，因为搁较安怎做，乌土嘛袂变黄金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